今仔日学台语，就是甲线顶家教，就是伫教会天主教教会语言中心的老师，对第学，有发现讲愈学就发现讲，我无讲啊诚顺，讲白话字嘛，足济嘛无讲。随时就看有较进步，毋过嘛毋是讲学甲每一个白话字拢看有，就变做讲我定定心地遐紧张，就想讲我都学遐久啊，应该是啥物拢会晓，别人应该爱伫路上的人啊，就是讲。一般人较无台语意识的人，应该爱甲我当做讲台语的老班，都足自然就对我讲台语，应该爱安尼。毋过伫学台语的时阵，伫上课的时阵，较有发现讲，阁有诚济家己真正阁伫咧学，也是一个学生尔。虽然我有怨叹讲，哪会需要开较济时间呢？毋过有可能就是甲年岁有关系。较少年的时阵，去学一个语言，有可能学较顺，搁加上讲，我无像。有一寡人足拼的，足有决心。有可能伊想要甲台语讲好好，伊就无使用华语，嘛有可能安尼。啊，无就做认真伫看台文的物件。毋过我就是看到较生疏的，我就搁救转来，以看中文为主。有时阵伫群组内底，伫面册嘛是写中文，因为足紧的，迄速度足紧，就变做讲，我若无遐紧张，讲究即个速度，想要甲代志牵少起来的速度，迄个效率，若无讲究这，我的心情较轻松。我较会讲来试验用台语也是白话字来试看觅。这就若亲像讲，有的人有可能伫学台语，决心嘛无够，就是定定就是学台语的课仔内底，吹三台语课仔内底，有一个阿母，伊讲的讲。既然有心要做一个台语的家庭，哪会讲离开即个课仔，就开始转去厝，就使用华语啊？有可能就是甲我的心情共款，就想讲安尼较紧啊，安尼来表达物件，就是用家己惯习语言，较袂沉重，而且转来厝就莫思考啊。就若亲像用英文来想，就是啊。咱若讲，伫什物英文名，伫迄种环境，就开始用英文讲。毋过转去厝，就想要好好休困，哪有可能阁维持用英文？毋过伫语言方面，若是用讲的、用听的。我是较有艰辛，毋过伫看文字、写文字数字化方面，就真正讲，会当紧用上紧的速度，甲找着家己想要找着的物件，看文章上好就是溜的，就看有啊，若用拼音。有可能看3摆，阁无法度确定即个意思，
就变做文理方面是较豆豆来。就是讲我有发现，我阁有会当出力，会当阁拍拼的即种空间。莫定定伫遐暗算，伫遐计算，伫遐算讲，哪会？我成就无到倒位啊？别人哪会还袂认同？我台语的程度，就是我有一种足着急，想要互人认同。即个毛病是进前就带来的。若亲像讲，我伫咧公司的时阵，迄时想要好好啊拍拼，互顶司看着我有才情，以后有机会会当做一个副手，做一个副的主管，有即种决心。毋过我著做一寡代志，著开始伫遐算数讲奇怪，即个顶司对别人较好，对我嘛无啥好。我著开遐济时间，放假拢无好啊放假，连暗时拢伫做一寡物件，拢是为着要甲公司的头路势头，家做搁较好，著遐用心计较啊。哪会主管顶司对我的认同搁无够，著变做我迄时阵就是有即种心理，过来就是开始写小说，写册，嘛共款啊。我讲，我写册嘛足用心，转去厝呢，就开始写，而且嘛写甲足精彩的。奇怪，哪会无人欣赏，无人爱看咧？就定定变讲我嘛伫遐计算，无法度去做一寡讲我著做我的，对别人有甲我肯定，有认同我的能力甲拍拼即种代志著放一边。我煞无法度做袂到。即摆学台语嘛共款啊，就是学一年，有请老师，有投资时间，阁有金钱，嘛是有进步。当然啊，就像小说共款嘛，写小说为以早一个字拢无写，到尾啊，有出一本册，囥咧线顶，阁有足侪剧情，迄一张一张出来。当然，甲以早比起来是进步。当然，为啥物拢无，到足侪小说的文章。毋过，就会想讲，哪会大家无看题？我足认真拍拼，写遐济字，无看在。我遐拍拼，开足侪时间。别人的态度嘛是，著看因爱看的。我即摆想着啊，这原理著一模一样啊。就若亲像讲台语甲讲华语，别人袂看题讲，你足用心伫学台语哦。人著甲我写册共款，人著紧家己爱看的，无爱看的实在嘛足负担的。别人是袂讲徛伫你的立场，去看讲，你开足侪时间，甲我同情，是袂安尼。毋过我心内拢期待讲别人会当看题，我做拍拼的面子上无，甲我捧场一下。这心态拢共款。阁有讲进前
对顶司就是想要互顶司甲我欣赏的时阵，嘛是共款啊。我就想讲，顶司若讲感觉我做甲无够好，毋过应该嘛爱看我遐家暴遐有心。安尼看即个面子上，就对我较好诶，较甲我欣赏咧。毋过对顶司来讲，伊就是看伊诶需求，伊有可能需要诶即个下骹手人是一个袂像我安尼，看起来足无信任感。有可能有伊想要爱诶，培养诶，培养诶，斗骹手诶人，伊有一种形象需要爱安怎诶人。那即种人我就无讲符合阮顶司诶需求，毋过我阁怨叹，讲顶司拢无看着我诶拍拼，甲写小说共款。伫小说内底，逐个拢看家己爱看诶，无法度讲即个人翕即个电影翕甲10年，开偌济钱。若讲无兴趣，就是无兴趣。若讲台语嘛共款啊，即个人台语着讲足顺足好，着互我想要甲伊讲台语。毋过我就算是我足认真伫学，毋过别人着想讲，着听起来就是无遐顺，嘛无互因足想要用台语来回应。拢是共款诶代志，就是我需要甲即两件代志甲伊分开。我互家己进步，我为无作品，到即马有作品，这是我诶代志。毋过，我无需要甲讲，哪会别人无看着我遐认真，互我鼓励。这着两件代志。即摆诶人就是时间拢无够用，拢是找家己符合家己需求诶人，符合家己需求诶物件。就亲像讲，若看戏剧，即摆戏剧嘛足济上满开，就变做讲去选戏剧嘛是家己爱看诶。拢是共款诶道理啊！你袂想讲，这翕甲足辛苦诶，这足有理念诶，就是拢是好看、爱看，无好看，无爱看，拢是安尼去选诶。就变做讲，我是一个，我是一个有可能无遐厉害，讲一出来就做抢市。毋管是我诶台语，抑是讲我写诶册，阁有讲，我伫咧公司办代志，毋是做抢市，讲一出手，逐个拢像神共款，拢第一等诶。毋过我阁希望讲，会当得到大家认同，安尼就产生一种问题，就是我定定都想要看别人诶目色。今仔若有人应我台语，我就足欢喜；若有人就应别人台语，就应我欢喜。我心中就足失望诶，就变做讲，我就一直是共款诶想法，安尼无共款诶事件，毋过拢用共款诶想法，安尼一摆搁一摆，拢感觉讲，大家对家己拢无友善。这就亲像定定我会讲，即马台湾就是一个讲台语真无友善诶环境。之前我嘛讲过，讲
即马就是写册写文字较长的文字，就是毋是阮的时代。即个时代应该是画图，用影片，无就是字莫遐济。我嘛讲过共款的话。过来就是想要伫公司去拍拼，互顶司看着，甲我培养，互我一寡重要的势头，互我练甲足流利的，变足重要的人物，变足大粒。我嘛是伫想讲，伫咱公司就无可能，无就是讲。这无眼光，我迄时阵定定想的，就是顶司就是惊我比伊搁较优秀，无眼光。这个顶司甘愿去欣赏菜鸟仔，嘛无对我拢无看重，拢是共款的道理。我拢去怪对方，怪即个环境，去埋怨，毋过埋怨了后，我变甲惊，变甲无愿意付出，无就是拍拼的过程中间，拢认为家己足委屈的，拢是共款的道理。即马知影，我着爱去改，改变我的想法。就是讲，若讲我做的，我即马拍拼的代志，毋是讲做实行的，别人有可能实行的，逐个拢足简单，就去接受。对迄较无实行的，有可能接受较无遐接受。除非就是你会当做出即个做出大家喜意的物件，若讲无法度做出大家喜意的，有可能就是就是别人会无认同，别人无认同就足正常的。我应该爱接受安尼的代志，无就是家己豆豆仔进步，毋过毋免怨叹。我若怨叹的时阵无互代志搁较好，而且逐个嘛讲安尼你就无快乐。颠倒你搁找家己麻烦，无写册的时阵就无即种痛苦。即马培养一个兴趣。嘛开始对这兴趣的物件，开始有一寡作品。颠倒我搁变甲诚痛苦。若讲台语，无去学台语，讲台语的时阵，拢无代志。即马颠倒开始讲台语，就开始甲人发生冲突，而且变做。本地白感觉即个环境无友善，毋过开始使用台语来讲话以后，就颠倒感受着讲，即个社会对家己无友善，就是安尼。原来这问题，拢共款，进前拢。无遐深的感觉，是知影讲加减，知影讲有共款的道理，即种道理进前加减有一寡感受，毋过无像即马会当家整理起来，而且加强，就是讲我会当搁拍拼的所在真济，我也袂做甲讲。拍拼甲拢无报，较来抱怨，我毋是呢。我像写小说，我写一本尔，都毋是讲像别人写10本，
别人写杂本，较来怨叹讲，即摆人拢无爱看小说，变钱送互伊看，伊阁嫌若讲写10本20本，讲即种话较有意思。我写1本尔，就开始安尼怨天怨地。原来就是安尼。即摆台语我嘛有足侪需要加强的，阁会当去做的，我著无好好做。像讲今仔日去照老师念迄台语的例句，迄个对话练习，嘛无讲啊诚好啊，嘛是出题诚济，我嘛无讲紧复习，我拢家录起来，照讲若真正爱拍拼，拢家录起来，讲甲足实的。我无讲甲足实手，阁怨叹别人，讲无甲我当做台语人。原来这就是我的问题。希望我嘛会使练习，练习讲豆豆仔去改变家己，嘛毋免讲想要足紧着，互大家认同家己，这无需要。这物件是做虚的，而且即摆的人哪会讲真正认同别人？为怎样爱追求别人的认同咧？这嘛是我足大的问题啊！希望我拢会当好好去改变家己，就是安尼。